Hello，我係 Sandy 啊，係城巴嘅3日制車長。咁本身我係做文職嘅，主要做一啲平面同埋櫥窗嘅設計工作。不過咧，因為咧做設計成日都要 OT，覺得有啲唔係好啱自己咁樣。咁啱咧有一日喺 Facebook 嗰度見到城巴個廣告請3日制嘅車長，咁上面寫住翻3放2啦，翻3日工咧就放2日假，咁仲要人工咧福利都唔錯。咁當時咧覺得成件事都好吸引啊，加上我自己又本身幾中意揸車啦，咁所以就決定試下申請。所有嚟投考城巴嘅車長學員咧，都需要咧接受我哋一個好全面啊、好嚴格嘅培訓，包括咧有理論課堂啦、考牌嘅訓練啦，同埋路線操練等等嘅。咁成功考牌而通過所有訓練嘅學員咧，先可以正式成為車長。咁係可以落線工作啦。公司呢幾年咧都越嚟越多女學員咧投考車長嘅工作嘅。咁唔同嘅學生有唔同嘅駕駛經驗啦，有習慣啦，同埋佢哋身體嘅條件。咁佢哋喺學習上咧可能遇到咧好多唔同嘅問題嘅。所以作為我嘅駕駛導師咧，我哋一定要得對症下藥，咁先至可以幫到佢哋噶。陳師傅咧真係好有耐性啊！有時有啲地方同其他同學都可能做得唔夠好，佢一次又會一次咁樣示範俾我哋睇，慢慢解釋俾我哋聽。咁睇住啲學員咧，最初咧可能連大盤都揸唔好啊，而家先可以獨當一面咁揸掂架巴士咧，咁最後考到牌合格順利出班咧，咁我都好有滿足感嘅。嗰陣知道啊，佢哋全班7個都合格啊，真係咧比自己當年考牌仲要更加開心啊！咁當初啲朋友咧都唔信我去做咗城巴嘅巴士車長啦，佢哋話吓，好少後生女仔去做車長㗎喎。咁不過我自己咧就覺得任何一個職業都唔好用性別或者年齡去定義，反而咧最重要係自己真係中意同享受嗰份工作。自從正式落線咧，我自己都幾中意車長呢份工作嘅。我自己亦都覺得翻3放2呢個工作模式咁樣更加適合自己嘅。一嚟翻工嗰個時候咧又可以揸下車啦，放假我又可以做下啲 freelance 嘅設計工作。相比起以前咧成日趕 deadline 嘅日子，我而家可以有更大嘅彈性安排時間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我哋2年前首次推出半日制車長嘅計劃，最近再破天荒推出全新嘅3日制車長嘅招聘計劃。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更具彈性、更多元化嘅工作模式，去配合城巴多元共融嘅核心價值，為持家者，例如一啲全職嘅媽媽或者追求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嘅年輕求職者，按佢哋嘅需要提供一個兩全其美嘅工作方案，同埋適合佢哋嘅就業機會。呢幾年，我哋大力推廣女性加入公共交通嘅行業，我哋好開心見到我哋嘅工作好成功。我哋多咗好多女性嘅同事咧，擔任咗一啲前線管理人員嘅職位，亦有唔少嘅經理級嘅職位咧係由女性擔當添㗎。整體女性嘅員工嘅數目每年都持續上升，尤其係女性車長。對比2年前咧，我哋女性車長嘅數目更加大幅增加，接近7成咁多添。城巴會繼續推動多元共融嘅企業文化，我哋無分彼此，不論種族，不論性別，不論年齡，一齊為香港嘅繁榮努力，為香港市民提供安全舒適嘅公共交通服務。